时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新闻的头一条，这个南投草屯的空建新基公司，将发生着重大的枪击案。 有4个人死亡，1个重伤。这个凶手是一个姓李的嫌犯。伫逃亡21点前后，伫拄则2点，伫台中互警察来抓到了。这个嫌犯被抓到的时阵，是一直来话讲，我有冤仇，我要报仇，伊要报仇，伊要杀人。啊，即摆上新的状况是，这个嫌犯已经被移送到南投县的刑警大队，要来进一步了解整个的状况。啊，乡亲啊，咱回头就来看这件枪击案的头尾到底是安怎发生的？是伫昨下晡的4点外，这个嫌犯是伏面升到新基公司厂区外口大约50米远的农场住宅室，甲这个公司的负责人赖敏南的小弟，甲一个姓刘的科长来扣手铐，然后打电话给赖敏南，叫伊到住宅室来见面。赖敏南甲回讲，即摆有人客，无闲他去。这个嫌犯怎掠光开枪，甲2个人断死。刷来，迄个时阵是上这个下班的时间，厂区的大门是拍开，这个嫌犯是冲入去内底，先甲4、5个员工关入去便所，没收因的手机啊，然后走入去办公室，甲这个赖敏南、甲赖敏南的查某囝、甲吕慧佳3个人来甲开枪。啊，这个查某囝甲慧佳是当场死亡。啊，那赖敏南枪指卡伫个头壳，送病院抢救。啊，嫌犯犯案了后，骑着互伊断死的迄个老科长的乌多摆走离开现场。经过21点前后，拄则伫台中phòng逮捕归案。南投草屯镇的空建生技公司有封锁线，警察出入，因为昨晡暗发生重大的枪击案，4死1伤，5个人拢是近距离头壳着枪，唯无死受重伤是这间公司的负责人81岁赖敏南。刚好下班嘛，门打开啊，刚好闯进来啊，这个歹徒应该很熟悉啊。这一定是员工的问题，绝对没有什么金钱上的问题啦。监视器画面是嫌犯犯案了，骑车逃亡，穿深色的衫，有后面挂喙罨，差不多180公分悬。走的摩托车是那个被他伤亡的那个刘科长。厝边讲嫌犯逃亡骑乌多摆，就是被嫌犯枪杀姓刘的科长的乌多摆。凶案发生伫昨下晡的点外，嫌犯先到赖敏南时常去的农场观察，4点20分到农场边的住宅室，将赖敏南70岁小弟甲60岁姓刘的科长双手压后反扣控制。4点29分，嫌犯敢若用刘科长的手机敲给赖敏南，要求伊到农场见面。因过赖敏南讲有人去拜访，无用通过，所以嫌犯就向赖敏南的小弟甲刘科长的头各开1枪。枪杀2个人了，嫌犯骑刘科长的乌多摆到厂区，差不多骑50公尺。当时是下班时间，嫌犯入到厂区，甲员工讲要找赖博士。员工无怀疑，直接甲因讲赖博士伫内底。嫌犯入到办公室，枪举出来，所有人拢袂使震动，并且将4、5个员工关入便所，威胁因交出手机啊，佮甲员工讲我袂伤害恁。所以就甲赖敏南伫会客室发生冲突。伫冲突过了后，赖敏南头着枪倒伫椅仔顶，另外一个45岁姓张的吕慧佳嘛死伫涂骹。赖敏南40岁查某囝是伫边仔细间房间被用枪拍死。有看到他们不认识啊，戴着布套的，又看到脸型而已啊，就拿枪叫我们进去，就把我们关到厕所里面去，就把我们的手机全部没收，他们会害怕啊。被关入便所的员工躲过一劫，想到犹过会惊。厂区内2个女员工惊甲手牵手，拢唔敢放开。那有被控制吗？经过21点钟的追捕，下晡2点左右，警方伫台中一间永生会馆内，也是猎人馆内已经掠到嫌犯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另外，可以上 LINE 贴图小铺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。